咩話？9蚊就可以食到排骨飯？喂，9蚊雞啫喎，食咗驚唔驚肚㗎？Hello，呢度係梁世鵬飛鳥，今日就午太房啦。而家咧就係午餐時間，就準備帶大家去睇一下廣口嘅物價。到啦！今日中午就係要嚟食呢一間機關槍排骨飯。仲有翻嚟未啦咩？好多種類。得。誒，有冇肉餅㗎？有，即係有啲哦，OK，我就食呢個有肉餅嘅，因為我中意食肉餅。排骨飯9蚊雞，呢個青菜就係3蚊雞，呢碗梨香。OK 啦，各位食完飯啦，今日呢一間機關槍食店咧，我就使咗16蚊，有新鮮嘅排骨飯啦、青菜、銀梨香，分量就係好充足嘅，我都食得好飽飽噶啦。咁主要係想帶大家睇一下廣口真實嘅物價。咁如果大家仲想去邊度試嘢食嘅話，就可以喺評論區話俾我聽咯。中山食好住好，就記得滾飛鳥啦！下一集我哋再見。